喊过来时，他的走路就跟小朋友不一样，他就完全是大人气息。大人气，亲有痴心那种感觉，有吗？长夜来思啊恋，真啊真思念。你在镜头前面真的很上相，很有观众缘的。这种笑容，我跟你讲，李秋霞老师最好。他60年前也有过。闹热大擂台，闹热共下來。哎，好，我们就在自嗨而已哈。自嗨，对，没有人理我们，没有人理我们。哎，今天係那個哈，7月份嘅特別開發。7月份是鬼節呢？不是，沒差不多啦，暑假。暑假期間，所以今日特別開發很多細擂台賽，這有唱到當到小朋友嘅，等一下嘅小朋友嘅，個當厲害。當有專業小朋友嚟到呢節目當中嚟大擂台，嚟拼啦，唔係乜個真實的比賽，係啦，不過沒有獎金哦，沒有獎金哦，係哦，哎呦，還有獎金啊，有呢，當然啦，是，我們不惜重資，真的嗎？當然，我們是客家電視台一名按用3萬膠啊，冇，個90零，哎呦，3000膠，3000。沒不差，也可以的，也可以。這個世界3次 KO 都清後，可以做3次搖搖。真的哈，3次搖搖雨。哦，還有聽一秒不用錢，聽一秒又不用錢。哎，存下來就有精美小禮物。是啊，最主要是那有要到舞台給小朋友們大家能夠在這個舞台上好好的表現。好了，雖然沒真實比賽，但是還沒有油腔都評審欣賞。總經禮聘，來，介紹一下，來，李思碧欣賞。洪思源先生，柳繼廷先生，你看吧，看吧，這個長江後浪推前浪，對不對？前浪都不見了，只有一個前浪坐在第一個。哎呀，像這種我們創衛成功了，像哲偉老師啦，他們不是來嘞，嘉修老師啦，他就被就死在沙灘上啦，對不對？欣賞啊，2、3米他們看不到嘞，被他們幹掉啦，冇啦，開玩笑啦。你看，總有一天，你看厲害傑出的話，還是可以做到那個位置的，評審個 V 對不對？哎呀，很感動，真的，感動，真的。你沒有流下幾滴眼淚，他就是說說而已。我已經流了好多滴了。哎，一開始問他講呢，小可的不用輕鬆啊嘞，我讓你們聽一個專業的、厲害的表演，專業的，老師哦，唱歌真的很好聽，很有味道。要不要聽？要哈。哎，差一點就是金曲歌后，差一點。哎呀，因為他沒有報名，哎呀，報名的話一定是他。真的，還好還好。好吧，好了，歡迎劉慧卿老師。Vicky，帶來後堂的各位。來。夜深
好地儿，爱不是少。真的，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好汤嘛，好汤哈，有点敷衍哦。他们很沉醉呢。对啊，尤其那2个小朋友根本不理你。对啊，他就把脚放上有糖啊，无调啊更严格呢。有啊，真的哈，有甜青下来啊，有哈，有，做得有。后来糖都青红，那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真的好，鸡皮疙瘩都起，但是看到的小朋友对你来讲应该感触很熟悉啊，很熟悉哈。动点一下。啊，小朋友没可能特别慢慢那个带起来，然后你现在又在推广很多，推广读书会，亲子读书会，小朋友共下的，係睇見咯，成有共下來談嘅講故事，用客話講。今年青音值呢，你看呢图书因为还做这种图书费，对呀，对不对？这还在读研究所呀，还读研究所。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哎呀，我们一起为了客家的文化继续的加油努力。对，好吗？好，谢谢老师今天懂分析一下，邀请来做一个很棒的示范哈，等一下大家就可以朝这个方向这样轻轻松松啊。按你冲来一后一站诶，那我可以回去了吗？可以。你赶时间是不是？没有，我只是不知道，怕我们耽误他坐火车的时间。对，好了，那开始了哈。快开始比赛喽，深呼吸了，第1号在深呼吸了。我们要开始玩了啊，不是比赛啊，不是比赛哈，我们要开始玩了，好不好啊？喝告啊，好，等下松腿就告就邀请第1位哈 ，TV 係总行椅带来叶公公。好嘞，躺开了。你头提啦那唔听，爱风那一条路，安静的也有伤心，阿公的慈容，天明黑马嘅时间，爱经行经人情重。树下穷下钓公公，天
嘎。心怡你好。哎呀，等一下啊，真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客家歌曲的2岁的时候。2岁，你还9岁？你看9岁哦，好7年年了。7年了耶。哦，厉害呢。哦，全部学流行歌曲吗？不是学，就是2岁的时候去桃园客家文化馆，然后当时芊芊姐姐就是许千顺在那边带动唱。芊芊进时钟那个大胃王。哦，唔系，你客家的姐姐许千顺。哦，许千顺，你懂有名呢？哦，许千顺啊，许千顺，系啊，佢真有名。咩家家有嘅，你嘅参赛朋友从几个呀？太低讲嘅就都几个诶。许千顺老师哈，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唱，爸爸有空的时候就会带我去那边啊。哦，是因为爸爸喜欢他，爸爸喜欢芊芊姐姐这一期，乱讲。就因为去参加嘅看到嘅芊芊姐姐嘅发通，吃到青后高，张开始来学客家歌嘅样，系冇？嘿，所以你的目标是要达成像芊芊姐姐这样的，对，还有希望到达什么样的程度？目标？就是想要自己会自弹自唱的歌手。哦，所以自弹自唱，他还会 Q 回来，好厉害！对对对，所以他今天就是有带来才艺表演。哦，有传艺表演自弹自唱，好嘛？你是要自弹自唱啊？那用嘛该弹，用嘛该唱？乌克丽丽呀！哎呀，好可爱啊！啊，那我们要停机了，一起来听，看你表演哈！来，可以。很棒！是这一看就是非常纯熟。你练多久了？练1年，然后每个礼拜2晚上去练2个小时。难怪，对呀，家有练习，真的像我儿子这样，他去学钢琴，然后去练了同一个儿子吗？对，回来也从来没有摸过钢琴。哦嘿哦，我说你这样练，你花钱，只是那花钱而已。你们多才多艺，就钱很多，然后到处撒，多才多艺。好了，来，冲起来哈，真的很棒。请3个表演哦，谢谢。唐先生公平一下，像师弟先生。所以加创嘅講嚟講，其實你衝到1號，衝到1號就會講可能較緊張的話，會容易上氣不接下氣，所以剛剛有溜會掉了一些詞。啱講嘢嘅上音可能對客家你2歲學到一下嘛，錯嘛哈，所以你自己有一份情感在，所以你唱起來咪懂詞眼。另外啊，你唱的烏克麗麗，我看看彈啊，不管是撥弦、按弦，其實我知道你就做得很好，非常棒，然後穩定性又夠。除了烏克麗麗之外，你還會什麼樂器？卡林巴。卡林巴琴。哦，
那很棒啊。所以讲是什么东西？是骂人的吗？还是拨的，他是手指拨叮叮叮，看对他手指叮的，可以吧？拇指琴哦，啊，类似拇指琴，类似拇指琴，它是2只手去拨的。我觉得亚张旧声听，我觉得多培养。如果你喜欢音乐，你嘿希望音乐会发呢，你多训练自己。我发现你的前途无量，蛮好的。好，我会继续加油。好 ，OK， 很棒。OK， 谢谢。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流行唱歌的人，现在流行玩乐器，创作人。对，好吧。好，我们分数等一下再看。好，看最后拿到奖金嘛，好吗？好 ，OK， 加油。什么心意？可以做消息。谢谢。好的，第一位就那么优秀啊！哎呀，后面的阿里青苔，你们不会啦，不要紧张，今天是玩的哈，好玩，不要紧张，真的不要紧张。好了，杀好了要不？杀了，迄总成员带落一条发。好的，躺下来。明日之星，这个真的是大将之风，真给人称优呢。还有哈，我刚刚看他第一喊过来时，他的走路就跟小朋友不一样，他就完全就大人气息。大人气，其实有痴心有感动。对，真的，对呀。面对个钢条，我们不会讲。所以我刚刚看一下，知道哦，原来你是学国标舞的啦。对，哦，对呀，只是你歌唱部分真的是完美了，我觉得。声音很甜，长得也是很有艺人气息。你会讲客啊？我会讲。哎呀，我嘅阿妹客家語。哎呀，有得阿妹客家語，某一天會講啊。嘅某一天哦。對嘛？唔講阿妹係講海陸橋。哦喲，跟你有我講西安，係。唔同多萬人。
老本阿爸还没。唔系哦，你很难懂厉害呢。嘿啊，哇，这不得了，这真的很不得了哎。懂得展现自己。对啊，妈妈是讲会讲的，按伊要讲西烟。嘿，好教嘅欣赏喺教诗嘅。哦，好搞底不会读好母语教学。乡土的那个。啊，说你母语教学跟现在搞啊，跟有的某一清章呢？我有去比演讲比赛。演讲比赛，难怪。全国的。全国，然后呢？特优。特优。特优是。提名。大特名啦。大特名。就是特别优秀，对不对？客家嘅分养人，你今天站在这里也是特别优秀，真嘅，对呀，今天他国标舞，他来展现一下，嘿呀，好吧，好，来带来一段表演，看一下精彩的国标舞。哇哦！哇哦！你这样，我还想投铜板给你。很厉害哎！你又爱好跳舞，又爱好客家话演讲，你敢没有时间读顺畅生意社呢？很厉害。生意社的啊？嘿啊！生意社是按优秀的。生意社呢？这种境界哦，好棒哦！你不得了，真的，你又不得了。哇，好棒，好棒！看到一颗明日之星，你也会累哈？有点喘，是不是？要叫救护车吗？不用，不用。不用了，我们让评审讲话好了，你休息一下。讲思云。好。思云的台风就是大将之风，然后我同讲的是久仰大名，因为我在我睇天师青岛有台各大媒体选秀节目，我都有听过你的表演。这个节目应该是他上过最小的一个节目，也许哦。这块周敏官，憨厚。所以根本一亮相有没有一开场？我就说火力全开，来者不善。可是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就包括你在你的才艺表演，你跳国标舞，你的 grooving 都非常稳。那你的嗓音非常的成熟，对。那成熟的声音，我会有一个建议，因为可能因为比较就是那是跟可能。成长有关系，有些人的年纪也就卡塞嘛，我们的肌肉跟骨骼在成长发育的会比较前面一点，那就要注意用气来保护自己，就是因为你头发要调高，亚军的这首歌啊，一块高哎，你唱的就蛮大的，那个质量啊，我觉得可以再小一点，我的建议啦，我会觉得建议再小一点，因为到哗啦啦啦啦，你要再推。然后又还反复了一遍，所以你会越叠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变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你头发很像摇滚歌。那其实它原本不是，它其实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轻松的小品，嘿嘿嘿，也很爱建议。我觉得你整体就是已经有明星的气质。刚刚唱我觉得我打100分。真的，好不好啊？等一下我们看分数多少，再来哈，决定好不好？好，谢谢，也可以，好 ，OK， 好，谢谢。生意社，哎呀，生意社真好。生意社还要偷钱，哎呀，这不敢你是抠嘛，俺的牛皮耶，生意社，生意社很优秀，真的哦。再来，展以雄还有展定，带来分享来错。好，来谈我来。小屁嘅两只小朋友，妈妈也一起进来吧，来，冲下来，对。
黑不黑？我看给阿弟给抬的。真的哈。那个怎么了？我问你，干嘛你想上厕所啊？你还叫妈咪呀？啊，是奶奶。奶奶哦，呀哈吗？给变出来，必须给。俺冇奶呢。我奶。这位阿爸，尬舞了吗？要不要来唱？要吗？要 battle 一下，是不是？进去了，来，回来，到这边了，这个弟弟西点在这里，好不好？西点啊，来，站在这里哈，灯光照才会美，气氛佳。疼人家美就恐吓用，紧跳进去了。哎呦，妈妈比他还紧张啊！哎呦，真的，讲伊所以唔落高，你们小屁言，小屁嘅用咋小朋友？妈妈也一起进来吧，来，恐吓来，对，黑唔黑？你看给阿弟给抬的，真的哈。哎，那个怎么了？我问你，干嘛？你想上厕所？没有，他叫妈咪呀。啊，是奶奶。是奶奶哦。哎呀，呀哈吗？给变出来，必须给。俺冇奶呢。我呢？哎，这个是排行老大。这老大。老二。哦，老二。香香哦，还有俩聊了吗？第五。好，老三没有来哈。
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的脸。哇哦！妈妈会不会很凶？平常？第五。喂，你不要卡称对人家了啊！看前面，看前面。哎呀，你卡称对人家这样没礼貌，好吧？啊，可以用茶青等一下。我问你们，妈妈会不会很凶？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妈妈打过？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现在不要吵我，想喝奶了啦。可以吗？不知道。哥哥。啊，那我问姐姐，妈妈会不会很凶？会吗？会。姐姐。对呀。比较社会化的。是啊。还有才艺表演呢。还有才艺表演。对啊。好，这样还要才艺表演，好吧？有啊。他们刚刚的才艺很棒。来看一下他的才艺表演。对啊。哎呀，我要为他们。妈妈有训练什么才艺表演吗？有训练哈。哦，这个真的。大旁条吗？这个放在这里，这样很适合去菜市场买东西。然后人家过去都会投钱。好了，来，看我看一下。这就可以試咧，吼，好來哦。有一日，一隻動產嘅土嘅地路風，遇到一隻老師嘅烏龜。不要打他，伢通做阿媽，做熊做必須，絕對唔會有奶。給什麼輕鬆哦？好，按理來必須看馬啥，先到幾片嘅3條，1、2、3，開始，嘿嘿，一隻太能龜，一片樹細路做得下，分鐘出到來。到嚟動豬，細烏龜總算行到終點咧。起初誒，冇公平，你都別。哎哦，唔是這個案頭啦，給按你來對3個好冇？好啊。哎呦，唱3個。还有。哎哦，冇想到一隻烏龜按為長，給按你來比大胖條好冇？好啊。好，好，对，你師傅用的嘛，你師傅in這個，我給我拿大胖條，拿起來，嘿，拿起來，影子出新本山，一本福沙啦啦，大山竹乃新山，好事鬼来。影子出新本山，騎跳過佛壇，佛壇扶腳爬山，強嘅夢也衝阿丹講係講，來世帶你行。影子出新本山，騎跳大佛壇，佛壇有來滴滴轉，強嘅來冇阿冷阿冇哈。哎呦，有冇搞生意的搞那種東西啊？你看不見哈，哎呀，因為俺的媽媽啦哈。講出來啊！說來，哎呀，厲害，好。對，為什麼你要叫我搞那種？我就請迄神奇嘅大胖條。神奇的大胖條。神奇的哦。還有帶點顏色的個。哦。你他會彈。給他的尺度也是大開。大開，哎呀，你受誰影響？恭喜給以後就不要用了。真的，尺度大開。還沒結婚的時候，是個淑女的講話的。小家碧玉。聲音凶，女人真的很偉大，真的偉大。對呀，為了小孩改變很多哦，真的。來，從頭的談個呢？來聽評審型老師哈，請飛行欣賞。因為聲音的暗示，其實給我。就是有那個勇氣上舞台，我覺得其實已經很厲害。真的，嘿，雖然說他的那個重構一的音準冇按準啊，可是應該記得那個都是因為他還小，他可能慢慢長大
都练习，而且都该慢慢都会练回来。对啊，对啊，很棒，很棒，对啊，真的，你们很厉害。这个麦克风不能吃哎。是啊，而且妈妈自己还是就是歌手，因为创作，以前还会搞，哎呀，慢慢的搞也喊 C 啊，对吗？可能有就是遗传到我啊。有啊，小时候音痴啊。我俩他亲不会冲啊。哦，对啊，他说他小时候是音痴呢。哎，竟然可以学哎，所以至少你可能给用啥，给 key 完全不一样哦，一人一调，所以还是可以调的啦。好，那就是表演完了哈，赶快去喝奶，快点啊，回去喝奶，休息了，就冻掉了。安定一下。好了，三下落，总挺直带落，太教落跳舞。来，躺啦。真的，你好棒！哇塞，我真的好。你要喘一下吗？
对，我看到后面我也快喘不过气来。你唔就嘞？哇，你好棒哦！俺是看过按C的朋友跳都很好。现在很多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对，这年轻厉害。是，好棒，一代比一代还强啊！真的，哎呀，好厉害！你学这个学多久了？我学2年又5个月。2年就可以这样子哦。6年，听。那我这种肢体障碍的这种可不可以学呀？啊，所以你早早放弃是对的。所以我好佩服这种会跳舞的人。静婷呢？哇，随便。好像跳舞，单枪的跳舞好像冲狗。对呀，还有刚刚你还跳那个鬼舞啊，有没有？哇，挺困难哎，他动作都好难哦。好棒，好棒！哇，你真的很厉害，很棒。真的好厉害哦！你们来吃法脸这样。法脸，华联的那个，你们花莲的。那个很厉害嘞，应该是比较缺乏，怎么可以有这么杰出的哈？其实法联玉里，其在法联玉里，係玉里玉里离法联师其实同演，不过一只声音係同叔，就是同叔是同叫的其实法联有一个欣赏啊，就会专门搞那种街舞的。搞舞，搞街舞。2年前，应该2-3年前啦，也就定居回去玉里，所以有一批小孩，他是其中一位，就跟着那个老师学这样子。我佢動厲害，像安尼，你看其實帶兵啊開演啊，啲8年來都台北2點2鐘添，又厲害他演，差不多還1點半鐘，所以佢按呢，其實他那種長途其實是蠻辛苦。當然啦，給媽媽們很，媽媽有了，媽媽對，哦，你女兒好棒，媽媽都沒有學，對不對？他有。他這樣講嘛？他學什麼？水桶舞。媽媽有學。他一開始也是跟我一起學街舞，然後因為他是參加一個團體跟我一起，後來他就團體結束，他就去跳恰恰。跳恰恰。恰恰。我還以為媽媽應該是跳土風舞的。白浪滔滔，我怕。剛剛已經很厲害了，你現在還有個才藝。有喊他厲害個才藝哦。有。比剛剛更厲害。我傻批哦，看一下好不好？不能鬧鬼啊！对，在哪里啊？不能鬧鬼啊，好不好？好，來啊！更厲害的，來啊！唱着我童年的歌謠。你貌特特就連你，情感是空洞愛你，我愛喵愛要靠你，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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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你。從來不是我去機場，只要降落報個平安。我離家的那個夜晚，你又失眠到天亮。都說兒行千里母擔憂，換取一趟才能解千愁。拉着孩子的小手，教他未來的道路到底該怎麼走。有時候有吵有鬧，有時候有哭有笑。你總說一切都是為我好，你總說世上只有媽媽好。叫媽媽，叫媽媽，快點學叫媽媽。這個稱呼責任多重大，當我承認你，才能真的體會它。當我承認你，角色變自己，3年的童謠再一次又唱起。明明靠你，明明靠你。當我承認你，角色變自己，3年的童謠再一次又唱起。明明靠你，明明靠你，明明靠你。謝謝大家。哇！你有看到幾個眼神哦？這位阿爸，尬舞有沒有？要不要來唱？要嗎？要 battle 一下是不是？來，你講來。哎，他氣場好強大哦！來哈！我讓你。他要讓你10公里。你說他眼神，我剛剛有注意，他好渾然天成，好享受他。氣場強大呢，親如痴心啊！每個眼神跟動作沒有在偷懶。真的好優秀，好優秀！舞台上很自我，很享受，輕用書正點，好棒！屌，謝謝。強，屌哦，屌啊，厲害哦！好 ，OK， 好，先回座休息啊！哇，老師傷腦筋哦！這個3000塊、2000塊，不知道怎麼給哦！哎呦，還有1V哦，來哦，殺下了1V哦！還有林權飛帶來眼望我咯，用下嚟睇。
思念梦能实现，有你陪在我身边，同爱比过去的思念。就算时间会改变，就算也有结有缘，一样相信，点开的幸福就在身边。只有真心，能不爱力量发给悲伤。行过，坎坎坷坷的爱情梦，感动点滴锁在心头。会讲，尽量能给所有盼望。身边，同爱比过去的思念。就算时间会改变，就算也有结有缘，一样相信，电台的幸福就在身边。不讲的丝丝暗无所。真心，能不爱力量发给悲伤。行过，坎坎坷坷的爱情梦，感动点滴锁在心头。会讲，尽量能给所有盼望，温暖。甜的幸福。什么拍感？肯定彩丽的妹妹，嘛。好，今天不止唱歌哦，唔单唱她最大的愿望啊。佢很青岛吹耳有哦，乜嘅願望對嘛？乜嘅很多願望對嘛？願望係乜嘅？很少講吧？有乜願望？願望就想做一個製茶師傅。製茶師傅，怪了吧？茶師，很怪，對不對？人家說願望，我希望能夠像蔡依林一樣，我希望什麼哈，什麼之類。沒有很切片哈？為什麼會這麼特別？製茶師哦。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我去個讀的係高中讀的係製茶科。製茶科哦，他會不會糖豆嘞？是什麼學校有這種科系？沒有農。哦，農工哎，製茶科。哇，很棒。哎呦，講到茶葉，我跟你講，他很懂哦。給親。林北不是，我也是啊。我最高養壺啊。養了200多隻，哇哦！就每天泡茶，真的。然後任何所有台灣地方的茶我都喝過了。200多種用白我一看茶葉就大概這個是阿里山的，這個是梨山的，一泡這樣，這個是梅山茶系的。哇哦，好專業哦。給大家試試看啊！試試看啊！你又帶茶來哦。因為我很久沒有喝了，所以我怕我喝不出。你阿夫唔差咧，聽我講很多，聽我做馬按傻屁啊！來，他製茶的時候要給你把他的自己製造的茶都帶來。哦，哇，他自己做的，好期待哦！來，我這個品嘗一下，品嘗看看。這麼年輕就有願望當製茶師傅，這很難得的。哎呦！
人家说有制茶师傅，嘿，没有泡茶师傅。嘿，其实你茶如果制造的好，就好喝了。真的哦。泡茶就是水加进去就倒出来就好了。哦，没有什么技巧吗？还是有技巧。有吗？对啊，有技巧。第一泡不行喝，要倒掉。算是温壶。是，所以呀，这个茶黑马个茶。这是台茶18红玉。红玉黑红茶。红茶的。哦。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们一直喝到都是国外的，什么英国茶、红茶嘛哈。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在那个南投的鱼池乡，它那个红茶现拿世界是排名前1、2名的，超好喝哎，真的。真给哦，真的很多国外现在都在订台湾的茶叶。所以这个是可以喝的吗？可以喝吗？可以。昨天泡到现在哈，它凉凉的，没有温杯。对哦。闻起来屁了青涌了。我直接喝了，哦，哇，好专业哦！这么专业的猪叫声，需要牙签吗？喝茶就是要这样喝。爱迪啊，跟爱迪啊。对，人家说味别酸咸外，香生齿颊间。哇哦！这个是茶道的精髓，你知道吗？你就是你喝了以后，然后你在那个齿缝中，你还吸到还有茶的香味，表示这个茶就是好茶。也还好茶吗？还可以了，很棒。真的。这种我按了解了，我就直接觉得好喝。没有，这茶真的好喝。哎呦，谢谢你带了一泡这么好的茶，有没有多带一点？茶叶要赠送，听者有份。哦，冲水了，好茶还好歌。欣赏，慧清老师。好，秦慧做吗？对，讲下做得哈，做得。好，我先讲我糖度改好嘞。我一开始糖改时间，我只都去那个音色啊，就让我想到一个华语歌手，那个张韶涵。哦。一点点唱。有一些唱。有点唱。我知道安音就是好也不好。对，因为俺们的秦慧唱歌的时间有几久？是唱歌的时间有多久？一直都有在唱歌吗？还是说只是为了这一次来？我从小幼稚园开始，幼稚园他们就是天生的，因为以前是唱传统山歌，老阿姊腔下，因为我知道如果你一直要唱歌唱下去的话，就是你可能这个音色请出来，是属于你自己的声音，对，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一听到就觉得好像很耳熟。从音动那边又是糖果，安用是关系到那个音色的那个辨识度，是可能还蛮一场好久改时间好冲改时间时间，因是不会一躺都是讲师弟讲原来了嘿秦慧改够上，对，我一开始躺都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有一点点音准不准的问题而已，那其他我觉得都很好，对，好，棒，好，谢谢老师，谢谢安子姐，好，也谢谢你带来的好茶，对，好歌，好不好？继续加油啊，继续制茶。五位唱完了嘛？对啊。我们请老师公布，伤脑筋一下，等他立了公布一下分数啊。给我马上做拿奖金。好，来。好了呀，成绩已经出来了哈。因为已经太厉害，太精彩，大家都太精彩。哎呀，有三组啦。挺优秀的，有3个人第1名呢。对啊，所以评分评分。所以奖金总共就只有5000块，前人员那怎么办？就评分，你们3个人评分，我也不知道哪3个，好不好？来，公布一下哈。TV 黑总成员96分。你的总品质96分，还有林品B96分，容易啊！然后两组就会精美的小礼物。哎呀，来，请老师来颁发，先颁发精美小礼物来。飞行欣赏颁发精美小礼物来。
错，心怡，恭喜。他应该也是要有第1名的。我觉得他也很棒，他乌克丽丽那么厉害。哦，很优来，志军哥哥，谢谢。好，谢谢。阿萨尔去抢，士兵请上。哦，这个比较重要，这个比较3个一起拿哈，哇！哎呦，太好了哈！恭喜，这一片祥和，好吗？好，谢谢你们来参加，谢谢哈，谢谢。来有弟弟再过来，好吗？好，起开啊！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族有冇该好搞的，好吗？来看一下，来，好了，传统族的谢谢。擂台衰，所以小朋友的擂台衰啦。係啦，傳統族嘅咧，冇簡單嘅。即係加嘅流行族嘛，而家傳統族咁冇人改呢。蠻厲害哦，可能嗰條做得啱用，有備而來哦。哎呦，有熊來了，有備而來。歡迎你們哈，歡迎你們。哎呦，雖然沒那個真實的比賽，但是哈，你們有搶到呢哈國寶級嘅評審欣賞。三位欣賞的條件啊，哈。喺節目當中嚟做評審。李秋霞先生，車啟貴先生，小 P 先生。哎呀，這必須開始啊！本他個不用輕鬆啊咧。今天難得邀請到蕭佩茹老師嚟到你節目當中。前會唱嘅你傳統嘅山歌嘅。係喲，小跳咩千里真的。好，來，有請佢帶來一條後堂嘅傳統歌，本他個堂來，嘿。我偏了。
哎呀，很赞哦，小屁先生。肖老师个唱歌个嗓音真的吼，哎呀，唱起来很。你有讲牛人吓？什么？哎呦，人家老公迄么接半日个嗓个牛到安尼吼。冇啊，冇吗？唐公最近有油诶。你有冇電哦？看得出來冇？看人身材就低。我作安尼嗓就被我师公要掩蓋一些，要掩蓋。对对，你看他已经穿多久了，到现在都还没生出来。对啊。姐姐唱的好不好？姐姐。哦，姐姐。阿姨唱的好不好？给人吃到你还姐姐啦，好四项不错不错。等一下我请奶奶出来唱。阿婆，那就谢谢你了哈。有冇麻煩咯？希望再繼續哈，再變落去哈。冇講變嘅啦，睇到咧吧？親無限嘅，傳承客家文化嘛，對吧？哈。而家山歌團的名額夠了嗎？差不多，差不多了。佩如山歌團。哦，真的。好，謝謝佩如老師啊，那這個休息哈。等下就麻煩佩如老師做評審啊，不要得因為那個國寶欣賞，小朋友要鼓勵下嘞哈。哎呀，馬上就進行準備個比賽咯。TVB 嘅小朋友係乜嘅名呢？王一彤，叫帶來乜嘅歌？帶來失戀歌。上夜裏對失戀啊，真失戀哦。打扮啊有什麼？打扮啊有什麼？你哪呀？
妹妹，主持人你好。嗓音很强哦。什么？单字嗓音讲，哦音嗓都没讲，给笑容，笑容，真讲。特别欣赏讲的，唱歌哎有笑容。嘿呀，做得挺好。哦，个嘴巴都有拉开啊！啊，巴都耳讲俩嘞。对，巴都耳讲啊，木祖祖咪咪啊！你刚刚个嗓音那里冲他出来，你就觉得，哎，小孩子的这个音色甜美之外，然后他没有天生的某多那个修饰音啊，以为某就是好单纯哦，冲出来就是你会被他吸引哦。嘿。会被你吸引呢？真紧，你用啥条跟在讨论？不是因为你的长相啊，不是，是因为你那个嗓音吸引以后，然后看到你的长相以后啊，觉得哎呦，更喜欢，歌甜人美，嘿，人又甜。哎呀，什么你？你有冇想了学客家歌呢？因為我係客家人，我當喜歡音樂，我想愛留客家傳承下去。哦，兩團就有配書嘞。對，官方說法。冇得用。哎呀，怎麼樣？哦，唔單止講從傳統歌，二胡。沒來到東江，佢根本還有傳音嘅表演。中西音樂他都可以，都可以就對了，難不倒你。對呀，今天說要還有傳音嘅表演，哈。自充。好，要自彈自唱。哦，我還以為你要按摩。好，自彈自唱。用鋼琴。哦，真的？那鋼琴在哪裡？在這啊，你有看到嗎？有看到嗎？你看到就貴咧，好唔好啦？好，好啦，叫我來考一下，來考一下雨桐那個自彈自唱，好來。什麼你感情你暗自寫，還蠻講出在什麼你感情你想愛全部記得，記得麼？你欠愛結束，記得麼？你帶愛摘發，記得麼？你天給下注帶愛告訴你還能愛看到你面皮金珠，愛看到音樂跳混珠，愛看到烏色嘅頭那麼唔知半馬沙跳起來，謝謝你給我一個家，謝謝你讓我不害怕，謝謝你陪我平安長大，謝謝你爸爸和媽媽，謝謝你給我一個家，謝謝你讓我不害怕，謝謝你陪我平安長大，謝謝你爸爸和媽媽。什麼太嘎？愛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哎呦，有沒有做的？哎，這個教會的歌哈，哎，清後堂，好好聽，好感人哦。你都不太懂哦。蠻厲害，你學鋼琴學幾久啊2-3年。 2-3年啊，2-3年讓彈到啊，沒有啦，彈到懂厲害。係啊，過去嘅客家詞啊，係啊，好，條歌係自己創作的嗎？沒係哈，好，啊，繼續很溫馨練習下的一首去歌。我覺得我知道你真的很適合走唱歌這一條路線，因為你聲音很甜，那長得也很甜，你在鏡頭前面真的很上相，很有觀眾緣的，懂上相，懂有觀眾緣。最主要其實這個當藝人哈，不一定說要長得漂亮要帥，最主要有舞台緣，你有。有，真給你，你的笑容輕柔，真的很棒，繼續加油。這種笑容，我跟你講，李秋霞老師最愛。他60年前也有過。我啦，加工誒，唱秋下欣賞嘞。我以前不想就去電影下啊。嚇，冇嘢啊。咩強用啊？係啊，而家咩流歌追。我揀就流歌追就好。哎，講起來哈，阿鳳到阿個金阿家講嘅哈，你雙部台當嘅，所以要就一直演。我本台下嘅觀眾，要買喜歡嘅，要買要乜嘅舞台當嘅嗰種嘅乜嘅
的魅力去吸收，那非常的重要哈。就是那你俩儿童哈，你俩技方方面儿童你俩都有哈。所以你看佢不但飲質好，同時你也幾有笑容。我佢哋一跳下見笑，唔講佢講就跳下見笑啊！哈，好的啊，細妹嘢你也講客家電視台有啲隻舞台哈，就俾你嚟訓練小朋友。前幾年開你行政也會啲不如一個會員來訪問啊，佢講希望讓班人，你講我要把舞台撥你哋後生人呀，你哋人來，好，你哋上舞台嚟表演，所以我叫佢翻演上去，你哋節目非常好啊！希望大家繼續加油，加油！先生，加油啊！對呀，先生對人嘅呢評價非常的高哦。期待咩清高？所以這個較認真對，較努力變對嘅，好啊，客家文化做可能也對後生嘅變落去，傳承下去哦，好嘛？好，加油！好，加油！什麼大家？我們先不看分數，先把親後面這樣來看，講下親後尾這樣來看，看有辦法得到獎金冇？有想得到？想啊！好，那就先回座休息哈。可以哈。對哈，看本書哈。好來，回座休息，按住鏡頭。好啦，好，沙來呢？沙來從心意帶來3個字。來，躺下啦。新颖哎呀，客家模樣啊，全部都按講按等一下。先講哦，有一些兄演出名，那輪廓好深。什麼就什麼你不是，他有點像阿多啊 face， 有沒有？哦，有啦，沒有。有點外國 face。混血兒這種感覺。有嗎？混血兒混哪裡的？你混哪裡？我爸爸是客家人，然後我媽媽是原住民。哦，正經有哦，正經有。真的啊？哇，看來就有。是啊，是你媽是什麼族的？泰雅族。哦，泰雅。啊，那你應該是住在苗栗嘛？苗栗那邊嗎？竹東。哦，竹東嗰邊咩？江仔嗰邊咩泰雅族嗰邊有當多，係啊。哦，佢唔單唱傳統歌嘅，還會唱流行歌嘅。哦，聽說他以前看不起傳統歌曲，他會唱流行歌。有這樣說法嗎？唔係啦。奶 C 嘅學姐就陳秀珠老師教我唱童謠到流行歌。哦，都係流行歌。童謠啊，白講白4年。好4年哦。好4年。1、2、3、4就抽了4啊哈，4啊，4年，好4年，好4年，好4年哦。哦，咁我好玩又冇上學咯。後來陳秀珠老師就介紹我去謝啟國老師那愛田，然後唱山歌。哦，真的呀。哦，所以老師們裡面也都會互相交流，就這樣。互相 pass 學生。冇通用。冇通用嘅。你學過唱歌嘅嘅乜陳秀珠老師。
嘿，流行歌诶，传统歌也要强用的唱。二胡鼓啦，用传统的东西唱给歌欣赏。所以2个老师，你比较喜欢哪个老师？才没那么容易中你的招。我一直挖坑给他跳啊！你就跳，两个人反应很好。好啦，那刚刚那个他有才艺表演哦。你有才艺表演吗？你有吗？有哦。那表演嘛？爱演。就爱演。爱演哦。好。你看欣赏你头前就爱演呢。对呀。让他本给指头一下。对，按来挨一下，挨下一就低了哈。好，来。你要表演吗？踢踏舞。干嘛唱2种哎？有那么难看吗？应该没吧，好吗？哈。哎呀，你也摸吧？摸耶，真的嗓都很穷。有穷吗？摸也他讲。你今天讲你摸也很他讲。香哦，嘿，哎呀，唔好去叫啊，心怡。半年。6张年。半年。啊，半年哦，那半年了。半年。4年，半年，那是真的半年，客家半年。张年办事的。半年啊。半年的时间。半年，按用算有厉害吗？对。我觉得很厉害。吃到挺厉害呢。半年就可以拉出来。还一条 Q 哎。来唱一下，唱一个欣赏。好，心怡哈，有小朋友，他们讲半年前啦，也可以陈秀珠老师介绍佢東亞向來嘅時間，嗰樣時佢都創一個流行歌童謠啦，所以漸嘅我就搞佢一個山歌，然後一個客家嘅弦嘅，雖然講半年嘅時間，但是佢唔咁亮相，色彩也。他們講佢用意也一種，對，也不宜多顧慮。其實佢在學習嘅當中啊，我感覺到佢學習嘅能力相當強，相當強。像也是各位當初就想講，我田傳義寫本嘢嘅，去一個主動嘅田傳義比賽，結果多拿到嚟佢俾也用，就拿嚟也用，冇當時我就搞佢係書店嘅嘛，就搞一個山歌自己就可以去比賽嘅，佢俾嚟表現嗬。當然佢同我講，佢會緊張，也一天難免，尤其喺體拜上到一電視台，面對咁多嘅鏡頭啊，難免班人就會緊張，所以唔怕其實你看，人家先爺妹妹家嘅上相當好，真係相當好。我講一下一個音色啦，好好再嚟發揮下去，山歌，再好好繼續嚟唱下去，現嚟繼續嚟練落去，前途不可限量。加油！好，謝那繼續加油啊！好不好？哈，等他100來哦。好，分數等下張看，好嗎？好，那下去的時候記得把椅子帶下去。椅子我拿就好，唔怕了。他要拿2胡，還要拿椅子，還要拿麥克風。好，謝謝你啊，安志生，希望你聽下，沙落去聽下嘅聲係咩？劉成熙帶落嚟平板。好，來躺個啦。
姨好。我们又见面了呀。哎呀，这个阿姨你认识啊？你有见过她吗？有哦，我以前跟师姐有读过。哎啊，这个阿公你有认识吗？你是俺嘛？是啦，俺都冇改名。哟，几弟嘞？你多岁啊？9岁啊，9岁喺小学2年级。2年生。3年级啦。3年生。小三，你知道吗？爸爸喜欢，你知道吗？阿婆又乱。阿婆又来。哎，没礼貌。罗斯峰阿公乱讲话，不要听他的。哎，真的好可爱，声音也出来呢。高级嘛个阿记住糖豆，记按理好，佢天生有个音感，阿记都让你唱出来。虽然讲佢感情咧背后，他都可能冇他都按精准的讲。我有几个七家嘅属于个小朋友嘅那种。你真的好厉害呀！对呀。好，那你刚刚前面有2个姐姐哈，冲突了以后，有才艺表演。你有吗？有吗？有。那做乜嘅？你表演乜嘅？踢踏舞。踢踏舞。干咩唱2种诶？有那么难看吗？应该冇吧，好冇哈。我按送，你听懂讲了对吗？你有冇叫妹呢？还有叫妹，我想昂的了。嘿哦，真劲哈，几脚几好嘞，扭来扭去。你鞋子冇着啊？你就找2鞋吗？这个是踢踏鞋吗？唔系哦，你都揾鞋吗？我揾鞋啊。可以哦。那冇麻烦哦。好啦，让你换一下鞋，我们再来看，好不好？哈，不，你换一下鞋，你来穿哈。可以，好。来。练球哎，2张耶，哎，那个是很厉害，很有天分，真的呢，很有节奏感。唱歌跳舞都很厉害。我记得我儿子，我家里还有1双。我儿子。自家好嘛，人拉也好的。啦。哎。对呀。他练了好久。后来嘞？就摆在那里啊。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只要肯放弃。我没看他跳过。对啊。不是看他跳过。哦，真的，因为他太重了，跳不起来。听某一听哦，也有是很灵巧的那个吧。我跟你讲哦，这踢踏舞真的跳起来哦，那个节奏感，如果跳得好，真的很美。像很多国外的哇，那个真的很棒。对呀。而且我跟你讲，跳踢踏舞，任何地方都是你的舞台，你知不知道？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跳到哪里去，啊，对吗？所以继续练下去啊。客家歌没有练，踢踏舞没有练，没练客家歌来跳踢踏舞好嘞。哎呦嘿嘿，搞是一个创举哦。没有。有真的哦，你把它结合起来。请你会表演哦。好吗？好，继续加油哈！好棒，好可爱哦，超级可爱。来，抢给4宝妈。哎呀，4宝妈。พี่欣赏。好，陈欣以后你请等一下诶，根本给你冲给平板啊，爱知道你冲到
亲吼，看到佢，我就想到我透过细细嘅世界，我從國小1年生開始，留車去過先生來學山歌，佢就是我諗條擺一要學啲刀。我嘅音準啊，真嘅係先生啲頭前啊，來嘅 C 調，我可能會從 B 調，就會完全沒有在 key 上面。哦，真的啊？嘿，你以前是沒抓不到音感的。音痴啊，五音不全。哎呦，係啊，嗰種我聽到嘅，張小好3年生嘅平板，韓國嘅三太跳啊，對小朋友來講啊，最難衝嘅係乜嘅？佢沒有導唱。韓國人溫過歌詞以後，嘅音準音都會改變。哦，嘅基本嘅準音啊，我知道，哇，真的是非常棒。哇，蕭老師，你這個真的是很大的激勵。對啊，他音痴可以唱到現在，對啊，然後當老師嘅傳統歌唱到暗讚蠻厲害，真的。就會後天的努力，韓國要學鋼琴。韓國老車去過先生，嗌咩係要同家下嘅妹妹係新語共用，學嗌咩係老車去過先生學愛弦啊、大鼓、天子琴啊有。所以各方面的才藝你就全部都厲害。都不太精通這樣。大概錢多穿的意思。唔過我知道陳希嘅話，可能學做啲進去咩做啲老藝寫嘅時間共用，就繼續來學音樂方面嘅才藝，啊用做啲加強人嘅音感，繼續加油。好，按住先，按住先。唐老師嘛，唐老師係最民意機唐老師，繼續加油。哎呀，你看老師以前是音痴，他都可以練到這種這麼棒的境界。你看你音準還那麼好，而且還那麼有節奏感，好不好？繼續加油，好不好？OK 啊，加油啊！客家文化靠你們了哈。OK 啊，先回去位置坐哈。好，可以嗎？等一下再看分數，看你有沒有拿到獎金，好嗎？你想不想得到獎金？想啊！好，那你去跟姐姐他們講一下。對啊，商量一下，好不好？叫他們分數不要那麼高。對啊，說你的年紀小，獎金留給你哈。還要租板子，跟姐姐講一下。還要租板子，真的。好，回去。什麼？哦，來，殺下來呀！殺下來，你係組係小朋友嘛？有一位係，有一位咁係，很奇怪哦。母女的結合啦。母女結合哦，來文組還有組以形帶來頭髮開。好，來彈過來哈。
哎，哦，哎，有咩小朋友嘅小朋友你來幹挑戰賽咩？邊咩小朋友啊？你係嗎？哪邊些？18歲啊，18歲哈，跟他唐以聰，哎。真的，你好像在唱歌仔戲一樣的哈。哦，演起來啦。哎，演起來了哈。你在唱誰那一部分嘛？嘿，係嘛，哈。哎呀，人家妹嘛。妹。妹，真的嗓都很強啊。有強嗎？妹他講。金獎你妹喊他講。哦，謝謝。哎，真的。哎，阿金碧有乜嘅？傳藝表演係嘛？嗯。我表演嗎？該。表演。你要表演嗎？你的雞呀。唱你的雞。唱你的雞呀！哎呦，好嗎？哎呦，這樣好嗎？那麼直接。哎呀，電視那麼多人看。你確定要他的雞那首雞嗎？確定。確定嘅幾間？唔係嘅啦，雞啦。哦，沒有啊，此雞非彼雞啊。此雞非彼雞。雞而雞啦。好，來喲，唱一下哈。好。到了夜晚就想起你呀，寒意都不见啦。你的余温让我心呱呱，如何都放不下。我为了你忙着看电话，工作也丢一旁。你让我声音都变沙哑，啤酒快来一打，救我吧，快点救我吧，把炸鸡送到我家，救我吧，哦，快点救我吧，把炸鸡送到我家，鸡。鸡鸡鸡，我的炸鸡，我的炸鸡在哪里？鸡鸡鸡鸡，我的炸鸡，你是人生的意义。好，结束。哎呀，厲害呢！厲害呢！老師都跟不到。你唱，只有媽媽跟到。你唱的比原主唱還好聽。哎呦，正經還沒吃到一樣。真的，我覺得這首歌還真的適合你唱哎。嗯，對呀。你的雞變成他的雞，適合他。你拿來翻唱好了。嗯，就得哈。對呀，把這首歌發揚光大，好不好？哎，翻做客家嘅版本啊，好不好？靠你，好不好？啊，做得。雞啊，這首歌真的很適合你唱。啊，那唱給李秋霞老師的公平下的公平。唱秋下欣賞。啊來，要小朋友實在上了親獎，你專業好好訓練佢舞台經驗，佢上台要講。好。啊，上台嘅表現到台下，然後開玩笑，嘅表現完全冇重量。錯。啊，因為你一上台已經做咗，你唱你就會後面棒棒，就唱得比較還冇按好。所以呢一方面可能就要專業要加油。啊，要按好嘅條件，嚇，要好好利用啊。最可惜咧就係今日因為已經撞嚇媽媽唱落去哦，心講阿哥唔讓會按樂，你會歌詞要唱到唔讓會按低，你就唔唱嘅，你唱到最尾係配歌詞起嚟嘛，嚇。啊，聽你其實落尾嘅身上咧有2-3泡，叫落尾身上咧有好東西啊，馬上就浮出來了嚇。你歌詞就唔錯，你兩句歌詞唔錯嚟，就會影響到人嘅分數。哦，哦，所以你就比較較可惜嘅所在。所以他們專業行嘅不如多練嚇，你歌詞配熟啦，配熟嚟去，後來那位你就唱呢首歌曲哦。安樣型，我相信下回學要更加好嘅成績，啊希望專業好好訓練佢，好嘛？加油！好，安子 C， 哇，今天可能獎金沒有了。哎，有冇啲？對啊，因為佢歌詞有錯唔錯啊？係啊，但沒關係，有精美禮物，哎，小禮物，好不好？好，送你一隻雞，好吧？要2隻雞，2隻雞啊！麻煩，這精美小禮物也很棒，好不好？那雞這首歌就麻煩你了，因為你唱得比我還好聽呢，對嗎？那麻煩你幫我發揚光大，好吧？好，謝謝，拜託了，拜託，拜託。
拜託，一定要投我一票，好冇？拜託。給壓力安泰，好啦。好啦，謝謝兩位啦，哈，母女，好，謝謝，好棒哦，真的。好，來沙好了呢。沙了，嘿，陳千怡還有劉志豪帶來3個嘅主曲。哦，來彈看啦哈，來。開花就啪嗒啪，唔當夢裡就一發，路上嘅朋友就千萬哦，唔當高興就緣兩散啊。老聲音是裊裊韻哦，老聲音是裊裊韻哦，呀呀都行來衝山高誒，同學有嘅啊離太高誒，年紀算來也有70多誒。是聲音好我，感同你跑來對3個誒，對3個來呀對3個誒，一人衝來結就兩人火誒，人家們其實娘安好哦。原來佢係兩公婆誒，好嘿！什麼太假？哎呦！芊芊，之後專業哈，係啊，誒啊，不講福重也好，福重也好，哦，衝強咩？衝強佢嘅表現來講，表現咩？係專業啊，佢就可以啲表現樣。係啊，無衝係小朋友嘅表現。對啊，專業。啊，尤其家一開頭李小霞先生，我第一舞台，再有一個台演，有嘛？你看也有演嘛？有，哈，有演嘛？哈，有演嘛？有，三傻，3元，韓演哦，聽說好像還有什麼才藝表演啊？表演嘛？我們用相聲來介紹美食。哎呦，相聲介紹美食。相聲哦。哦，你嚟談看啦，好唔好？相聲介紹美食，對。桃園機場。比行機。田當坤下。真神奇。機場插運。多種啦。大家共下撈了戲呀，撈了戲。兩位主持人哦，來介紹一下兩項東西。好。你係中辣同有名嘅鹽腳雞。鹽腳雞。哦。鹽腳雞。鹽焗雞啊，雞啊。雞，我的炸雞，我的，哎呦，這係一等人嘅千歡喜，哎呦，是的，鹽焗雞，你還買個醬啊？好吃的，好吃的，特調的醬料，咁有冇好吃咧？來，中辣醬油誒，
哎呦，这个很好吃哦。真的呀。有些像个葱油嘅米汤，也给油漆，我个人很熟。不是。你都带买铺分啊？你看，这个看身材就底。葱唔就屯皮，姜啊就食落去。冇嘞。对冇？我就生肉就会啊。哦。以後食就皮啊。哈，真的呀。係啊，係冇，鹽 Q 就我杯嚟一層啊。鹹香。哦。有冇？有一些個蔥油嘅米湯哈。有點蔥油味。清油명嘅啊。我吃的是那個雞胸肉。那雞胸肉還很嫩呢。也不會柴柴的哈。青豆子好吃。好，吃完鹹的要吃甜的。還有兩隻係鐵條糖。一係鐵條薯糖。薯糖。鐵條薯糖。係總人認真啲嘅。總人認真啲嘅。啊，你好。哦，我啲，我試試過。去看啊。正經呢，佢唔單槍係有鐵條甜甜呢，佢係有任何一種唔係麥芽糖的感覺。佢咬落一個香米衝上去，我衝到個屁股度吼，哎呦好吃。咩唔會咬牙齒？有兩種嘅口味啊。然後嘅這是什麼？假種係哪一種？南瓜子。南瓜子，你做的是啦。男生要多吃一點。寶哥，好吃。你用啥會試啲嘛？唔是哈，這可能是當多嘅，咩冇食？冇食太多啦，食落去係啊，等下都我諗爸爸老係強用啊，冇行過去啊，知道。好啦，兩位做安全要唔表演？還有帶來好吃的東西，好吃的料理。係啊，唱一下欣賞嚟講一下。哦，唱幾個欣賞。觀後感，看你用啥吃？誒，千老字號哈，做這講哎呀，三國嘅後起之秀，後起之秀。樣板講呢，除咗3-4年前就嚟開始學愛現打鼓唱山歌，尤其之後當時佢喺國中嘅時間都多轉上，一直佢也段時間都多學愛現打鼓，也上也恢復正常咧，千呢研究啊。做嚟講，也1000萬都學愛現打鼓，唱山歌啊，對佢嚟講也係小 case 嘅啦。所以冇乜嘅問題。至於講家己嘅相聲嚟講，相聲啊，一種實在講對佢哋本身會當會講客嘅人嚟講，就等於係客家吟詩技巧樣，所以對呀也冇乜嘅太難事。所以兩位今日表現相當好，加油！好，哎呀，都在今日5組嘛，然之後拿到獎金咧。去觀下張老太一家講。對，現場馬上拿到獎金啊！好唔好？好吧哈。哦，等待佳績哦，來看一下。看到嗎？哎呀，限速1點點的舞台當中，欣賞一下分數要統計出來。冇錯3位欣賞除以3，都帶天一名的係乜嘢呢？天一名我恭喜你嘅體學王一彤，總分96分，得到獎金2000元。恭喜恭喜！第一名係乜嘢呢？第一名係你嘅陳千怡，還有劉志宏，總分96.3分。哎呀，恭喜啊！恭喜！其他就拿到精美的小禮物，嘿，就搶了那個欣賞，視頻欣賞，先輪班，精美的禮物本來你嘅，總共嘅3位什麼，恭喜工作一起，有陳怡、心怡，恭喜，好，下來搶你嘅體會欣賞，班一同第一名。得到獎金2000交，恭喜恭喜！好，稍後嚟唱你嘅秋夏欣賞，頒發你嘅提名，千還有志宏，恭喜！還有一人一袋剛剛好，恭喜！吉祥係啊係，哎呦，對，好，這個，今天沒有拿到獎金的。欣賞前就拿得很自由人看，
那本记啊，你欣赏啊，钱都本记呢，至少了他本记啊，没拿到奖金的唔怕哈，反正今天也不是什么正式比赛啦，好玩而已哈，最主要是能在这个舞台上哈，来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歌艺。好，然后就把经常的钱就储了7.6亿张地那边。哎呀，好，对，哎，安了钱的，死了钱。对，好，那个，至少要得到这个精美礼品哈。对啊，没关系，下一次有机会，我们还有做特别企划跟节目的时间，你们再来好不好？再来赚奖金，张磊搞好吗？好嘛，好，节目以后搞哈。好，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开心吗？开心。啊，好像不太开心。对啊，没有拿到奖金，不太高兴。啊，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来参与安子 C。哦，好聪明的朋友哦，叫来报名，叫打天发来，96667人6人，还有传真天发21177781231，等打天发。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哈，还没有多谢来参加的朋友，还有谢谢老师们，谢谢。欣赏什么辛苦嘞？还有什么那个小跳老师，谢谢。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妈妈们，谢谢哈，阿婆妈妈哈，什么嘞，辛苦嘞。还有现场的公众演员，辛苦嘞。所以呢，下礼拜哈，唔记得呢，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再見。